一只移民船伫希腊海峡顶船79人死亡，也有近200人失踪，这罹难的人数恐计冲到500-600人。德国出名景点新天鹅堡，一个查甫小想要性侵女游客，佮共车落山坎，害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南美洲秘鲁因为大雨落袂理性炭面板，爆发天高热的疫情，全国已经超过13万人着病，患200人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台海情势，美国的学者李安友是来台湾演讲。伊认为讲，这罗西亚拍乌克兰拍甲遐尼硬斗，会互士军兵感受到拍台湾无遐尼轻苦。2027年进前，中国应该是未发动战争。也若明年总统大选，李安友是认为美国会支持愿意甲中国沟通的参选人。面对台海的情势呢，我一再的强调，我们不会升高冲突，更不会挑起争端。但我们会坚定地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台海情势各界关心，总统蔡英文10日缅甸海军舰队指挥部的时阵表示，目前国际甲区域情势都变化，台湾面临的威胁嘛更较复杂，希望国军会当团结守护国家安全。美国正出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安友嘛伫台湾发表演讲，李安友指出，习近平真有野心，毋过无认为中国会伫2027年前想要侵犯台湾。As he himself has said, you must get ready by 2027. But when he sees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presumably he's realizing that the challenge is even bigger than he thought. 李安友嘛正关心2024的总统大选，伊表示，即马3党参选人拢愿意甲中国对话，美国也拢正支持。不过，伊示警，无论谁当选，北京拢会提出爱接受9·2共识，互台湾更加侪压力。I'm not saying that any of these guys should give Xi Jinping credible assurance and say, I promise not to rock the boat, because they can't. 李安友嘛指出，美国防卫台湾会当提供军备，毋过无应该谈论选举。不过，抗中立场正明的美国众议员盖拉格伊接受专访的时阵表示，台海冲突可能会比2027年更较早发生。美国最近为了甲中国的双边关系所做的努力，恐惊是反效果。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前首相强森伫咧疫情期间违反禁令开 party， 下议院委员会即阵是公布调查报告。讲这强森明明就知影禁令，佮调工违法，甚至佮误导国会调查。当事人强森是发一篇千外字的声明，回呛讲这是咧甲伊政治暗杀。3党人领导保守党伫国会选举得到压倒性的胜利的掌声，15正做英国史上第一个互认证，故意迷乱国会的前首相。下议院是7个议员组成，而且佫伫保守党占多数的特权委员会，伫全长106张、3万多字的派对门调查报告，讲强生是违反防疫期间禁止群聚的行为，毋若调工的佫迷乱调查。结论指强生是几廿摆无甲议会放伫眼内，佫想要破坏议会定序。应该互判停职90天，但是因为强生已经抢伫个报告公布进前，甲议员即个位撕掉，委员会是建议讲应该撤销强生前议员的国会通行证。下议院89做表决，即间嘛是强生59岁生日。Who was putting their own lives at risk during the pandemic? Why does this matter, Mr. Speaker? Because people sacrificed so much, and they deserved a Prime Minister who values truth and honour, one who leads by example, and it turns out they didn't have one. Well, it's very significant in that it has domestic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course, because the row over Johnson's resignation may well trigger by-elections, which will sort of cause domestic challenges for Prime Minister Rishi Sunak. But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t's very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how the UK is seen abroad. 派对盟这个摆台的调查报告公布了后，强生是气噗噗发表1700字的声明来回击。美特权委员会是第7法庭，以非民主的手段对伊政治暗杀。对这个首相苏纳克的发言人是拒绝去评论。伊讲委员会是经过适当调组去执行国会互因的任务。
共生伫每日电信部做记者的时阵呢，编辑马克斯哈斯丁，和 BBC 问到这件代志的时阵讲，委员会只是互大家知影这个前首相的真面目尔，佮摕美国前总统川普、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含伊做伙比，讲英国根本就无需要这款的头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国立研究机构有一个中国的技术员，是涉嫌把技术泄露给中国的企业。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是下令定出对策，防止这款代志再再发生。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印度的人口超过中国，是全世界上济人的国家。去年印度伫咧海外旅游的开销嘛比中国人多2成，未来是会成做全球旅游业上大客户。美国《Times》报道，刘的总统指控中国船常常装入因的经济专属海域，佮探勘海底等，唔望讲美国是会当遵守协议，加强巡逻。昨日是美国时报指出，美国21岁空军泰谢拉涉嫌散布国防机密文件，司法部是宣布该起诉6项罪名，这个兵仔是可能会去互判关60年。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蒙大拿州一个查甫人3年前开枪攻击多元性别族群大的所在，这阵判伊是判这个查甫人牵涉受贿犯罪，爱罚款18年。加拿大总是有一只载20几个人的巴士甲连接车相撞，上无是已经有15个人死亡啊！而且这车顶载乘客拢是老大人甲行动不便的民众较侪，是加拿大这几年上严重的交通事故。车祸现场拢是玻璃甲碎片，涂骹也有几啊具用毯仔砍掉的遗体。加拿大中部的曼尼托巴省当地时间15钟头发生一载严重的死亡车祸。一台载真侪老大人甲行动无方便人士的小型巴士要去一间教场时阵，伫高速公路交汇所在，甲一台半拖车相撞。What I can confirm right now is that a bus carrying approximately 25 people collided with a semi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ighway 1 and Highway 5. 看到人讲弄到了后，小型巴士就倒火，情况是相当危急。加拿大政府赶紧派出14名医护人员、2架直升机、2架无人机赶往现场来救援。也过真侪年岁真大的乘客未堪的车辆，这么大的伤亡已经不幸来死亡。Within the last hour, we've been able to establish that 15 people have been confirmed deceased as a result of this collision. 警方指出，有10个人受伤送病院，2个司机也伫病院。而这事故到底是安怎发生的？造成事故的责任归属，拢也需要调查。这个意外是加拿大近代上界严重的交通事故之一。2018年，加拿大有一个重大的车祸，造成车顶10多名曲棍球员不幸死亡。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地中海总有一只移民船是对非洲的利比亚出发要去意大利，不过说是伫咧半中路伫咧西奈海峡的时阵就冰船啊。那个看这张相片，人是载甲甜，伊阁是有750个人，目前已经发现79个人死亡，救到104个，这算起来代表还阁有几600人失踪，罹难的人数恐惊是会冲到500-600人。也若捡到一条命移民，因为拢是非法偷渡的，恐惊嘛是爱防遣返。超载迄船顶人客人看无一撮旁，15地中海搁再传出非法移民的船变去。事故地点是伫希腊西南部外海差不多50海里的所在，船顶载750人，其中有100个囡仔。目前已经知影有几10个人死亡。虽然搜救队也搁伫搜救，当地医疗团队认为要活着的机会真小。A very difficult moment. As a nurse of Hellenic Red Cross and as a mother, to listen a young man in a very bad situ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nd about his health, to need his mother and crying, I need my mom, I need my mother. 因的家属电话顶着急伫等待，警方是已经抓到9个牵涉到人口贩卖的嫌犯。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空船为埃及出发，停靠利比亚港口载人，才为意大利的方向过去。希腊海巡单位是讲，伫接到通报了后，捌挖进船只，要互因帮助，船伫几点钟后就变去啊。后面是讲已经甲成员国达成共识，会制定更较好的制度甲做法，做伙执行有效而且会当持续的移民政策。En attendant, nous travaillons aussi avec les États membres sur des mesures concrètes
Tu parles de Frontex. Frontex est une opération européenne qui a permis d'identifier le bateau, de transmettre les informations aux États membres. 互人救起来大部分是为叙利亚、埃及加巴基斯坦来的人，因目前互人安置伫大型仓库，有一寡人面临血淹加脱水的镜头。虽然无性命危险，但有可能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顶一届地中海发生这么严重的移民船变起，是伫2015年，当时估计有900人沉落海底。公司新闻牛眼编译。接落来，这条消息是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提高警觉。伫咧德国出名的旅游景点新天鹅堡，昨日是发生一件性侵攻击事件。有一个查甫人是甲2个旅游客赶去小路要共性侵，路尾佮共车落山坎，害一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德国南部有名的旅游景点被称作世界上水的动物城堡新天鹅堡，才是传说性侵害攻击事件。这30岁美国籍游客拜三下晡伫当地有名的马里安桥附近，甲2个年岁分别是21甲22岁女性游客来开讲，并且诱骗到一条小路了后，对其中一个人是卡来手来。Die jüngere der beiden Frauen wurde von dem Tatverdächtigen angegriffen. Die ältere wollte ihr zu Hilfe eilen, ist daraufhin von dem Tatverdächtigen gewürgt und anschließend einen Abhang hinuntergestoßen worden. 嫌犯甲其中一个人杀落去结果了后，又想要性侵害另外一个人，最后又甲伊杀落去车坡，2个人互送病院。不过，较少年这受害者因为伤势相当，抢救无效而死亡。警方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搜查，伫犯案现场附近抓这嫌犯，以谋杀、杀人未遂、新犯罪这罪名甲伊移送法办。对着凶手的犯案动机，依然爱调查。新天鹅堡是欧洲上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历史500年，也是迪士尼世界城堡灵感的来源。每年大约有140万人去参观。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来看几则天灾消息，先带大家来到南美洲的秘鲁。这秘鲁因为大雨落袂利，造成炭病蠓到生炭，因遐是爆发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天狗热疫情。全国是已经超过13万人得病，超过200个人死亡啊！目前秘鲁全国已经有18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卫生人员伫厝内厝外一直喷药剂，除了消毒，嘛防止蠓仔脱生。南美国家秘鲁今年爆发历史纪录上严重的天狗热，和传染的人数超过13万人。天狗热的重灾区北部城市皮乌拉，因为病院挤满囡仔人、甲老大人患者，根本无法度运作，真侪病人只会当伫厝养病。Las fiebres son altísimas, el dolor de huesos horrible, ellos lloraban con el dolor de huesos. No tenía que bañarlos, estarles echándoles pañitos húmedos para poderles bajar. Y no querían ni comer nada. 外国媒体报道，到拜四为止，因为天狗热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人，是顶一届2017年爆发时阵的2倍。感染人数上济，出现学生病死，造成学校恢复原期上课。这届天狗热大爆发，专家认为甲性婴现象造成暴雨、蠓仔脱生情景有关系。2017年当时的天狗热爆发，冇发生性婴现象。秘鲁的总统博鲁阿尔特已经对全国24个行政区内的18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Las lluvias, los factores climáticos, el ciclón Yaku que nos azotó en el norte del país, todo eso es el caldo de cultivo para que en varias regiones del país se incrementen los casos de dengue. Estos estamos entre la peor epidemia a nivel del país. 有2017年的天狗热爆发经验，政府动用紧急预算，临时建立疫症病院，治疗增加情境的病人。另外，政府嘛派真济医疗团队去北部感染的重灾区，增加医疗人员的分配，嘛动用军队对400多万间的客家喷药剂消毒，防止感染继续扩。公视新闻台是东平友。接落来到墨西哥，这墨西哥的北部最近的温度竟然是升到45度。那民众热甲挡袂牢，阁有几落百只海鸟死伫咧海边。这海鸟死亡的原因，上较有可能的，就是因为海水的温度伤悬，鱼啊拢走去别位，害海鸟无地找食来咬死。小型攻击墨西哥最近常常出现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民防单位阁伫咧路边发冰水替过路人降温。墨西哥拜四开始是受到第3波高温的攻击，暗算会继续15天。El calor ya es muy intenso. A comparación de otros años se siente mucho más. Y pues las precauciones que, bueno, las que yo tomo, ya me hidrato más.
el usar ropa pues fresca, acorde al calor, y el protector solar, usar el protector solar, que a mí casi no me gustaba. 专家讲，和过去20年来比，墨西哥是捌拄过时间遮尔长的高温，会使讲是非典型的。官方预估墨西哥北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超过摄氏45度遮尔悬的高温。这种高温唔那是人类挡袂牢，动物嘛是真辛苦。伫个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城市华雷兹，有民间团体是呼吁官方较紧甲公园内面的机林毒刷去室内，较袂着刷。另外，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最近是发现大约300只野生鸟仔类的尸体，专家推测有可能是因为性营现象，和海水的温度一直起来，鸟仔找无物件食才死去。Lo que estamos encontrando es que las aves están muriendo de inanición. Ese es el problema principal. La inanición se está dando por este calentamiento global y el fenómeno del niño, en el cual las temperaturas del agua están subiendo y eso hace que los peces de los que ellos se alimentan se vayan a mayor profundidad y no los tengan al alcance. 海鸟技术枵死，唔那是发生伫墨西哥，当局讲秘鲁和智利的海岸嘛，拢有发现海鸟死亡，因为高温引发的灾情，即马是一直在扩大。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翻译规定，伫咱的印象当中是真严肃的代志。不过，南美洲智利的地方法院为着让民众了解法庭的运作，是将做电影承载大战的角色，搬开庭甲辩论的过程，让民众看，让大家用趣味的方式，更较熟悉法律审判。承载大战电影内面的小反派奥姆斯，拿着钢剑进入法庭，准备要受审。雄雄一看就是伫咧甲人辩的节目，其实这是智利瓦尔帕莱索市的地方法院伫咧进行模拟法庭。被告奥姆斯的律师想要争取减少伊的刑期，奥姆斯坐来进前也阁正高调的人伊的钢剑。这场承载大战辩论会模拟法庭是当地文化卫生日的活动之一，要让大众了解法庭运作的过程，深化民众的法律观念，用电影角色来表现，让囡仔有兴趣。法庭播电影片段来做证物，让旁听的民众拢感觉真趣味。双方的律师来回攻防，表情真认真。观众席内面也包括犹大大水 Q 版的红仔，还有变装的电影人物。规个法庭坐甲满满，有一寡囡仔无位通坐，还阁坐伫咧地板顶头听，真侪人摕手机记录这趣味的法庭画面。La verdad es que estuvo muy entretenida, es impresionante que se haya dado el lujo de tanto estudiar como la película, cientos de antecedentes y que lo hayan hecho de una manera también sencilla para los niños. Porque de hecho usaron un vocabulario que era formal, sí, pero tampoco era inentendible. Como estudiante de Derecho creo que es súper importante que el derecho y la justicia en general sea algo que esté a la vista de todos. 上面奥姆斯被判30年的刑期，旁听的民众拢肯定邪不胜正，正义得到心中的结局。不过奥姆斯的部下拢替主人发冤枉。Nuestro Lord tiene que ser liberado. No merece la pena de 30 años. Y más encima no es una práctica segura para nuestro Lord.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印尼有真丰富的酸蚵仔生态，是占全世界要到2成。不过渔民在掠鱼的时阵用泵的，煞嘛甲酸蚵害死了。有一个学者在20年世界走踪，甲渔民甲保育的观念，即阵已经有袂少渔民加入救酸蚵的行动。海底拢是红崩式的鱼，边仔的酸蚵仔嘛拢红破坏，变做酸蚵的崩仔煲，看起来真恐怖。这是发生在印尼旺加市海峡。过去印尼的渔民常常用崩鱼的方式来捕鱼啊，结果互当地有名的酸蚵大三角地区是面对灾难。好在一个大学教授约瑟夫，早在20当前就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甲渔民讲保育的理念。Jadi saya membaca dulu apa sih kebiasaan mereka. Kemudian coba kita dekati dengan kebiasaan itu, habitnya mereka, kemudian baru kita masuk bagaimana bisa mempengaruhi jiwa mereka, mempengaruhi pola pikir mereka untuk bisa berubah dari destructive fishing menjadi conservationist. 根据历史和平的统计，印尼的酸蚵仔面积是超过5万平方公里，差不多占全球的18%。对印尼到菲律宾的大三角地区，有600种酸蚵这么多。当地海洋生物多样性嘛是全球上丰富的所在之一。这些渔民经过约瑟夫的启发，拢了解讲保护酸蚵就会当帮助鱼群的生态，开始保育酸蚵。Padahal
beliau lah yang membantu kami mengetahui bahwa karang itu sangat berguna untuk kehidupan ikan dan tentunya kami sebagai nelayan sangat tergantung kepada banyaknya ikan. Jadi Pak Ipul memberikan kami pengetahuan dan betul-betul kesejahteraan kami itu bisa meningkat. 即马一寡印尼的渔民唔那甲非法放鱼的手段单调，佫会伫实验室配有酸蚵鲜卵，也是伫海内面放养互伊家，互酸蚵会当生炭。公司新闻张慧敏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